天父上帝，我们要来教导主耶稣所教示阮的祈祷，进入第4项，求主你引带阮认捌真理，活伫真理，搁再会晓和人分享真理，引带阮下面的时间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各位兄姐平安。咱今日要讲到这个主的祈祷文第4个祈祷，就是阮入室，阮入用的饮食，今仔日互阮。咱今仔日开始，这礼拜开始，咱要进入主的祈祷文的第2部分。咱知第1部分就是愿你的名声、你的国临到、你的旨意得成。大声咱祈祷的重点是先求上帝的国，咱后面特别来求上帝的义，了解吼？上帝，这就是咱基督徒的价值观念。咱基督徒活伫这个世间，就是要互上帝的名受阿乐、受业权，也要互上帝的国临到，上帝旨意来得成。所以基督徒，咱若是做啥物代志，第1项所念的、所想的，就是是毋是当荣光上帝。第2部分呢，咱知影10条诫的头前部分嘛是人得爱什么爱？头前5诫就是爱听上帝，后壁5条诫就是听人。所以咱主的祈祷嘛是教咱头前3项祈祷就是听上帝，后壁3项祈祷就是听人。听人真特殊的，咱即摆进入咱听人的部分，圣经既然教示咱入用的饮食，给咱互阮，意思讲，若要听人，咱就要先听家己，而且要听人上重要的，毋是灵性的。譬如讲，迄若阵讲，咱若主耶稣基督吼，讲到第2部分的是讲，主啊，恁来达天父基督讲。毋通赦，你着爱赦免阮的罪，亲像阮后赦免得罪我人。你着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人后辜负阮，对不对？这因为赦免这辜负含人甲含上帝灵性的较重要嘛。无耶稣讲入用的饮食较重要，先祈祷哦。这句的意思是讲，咱基督徒是一个真徛伫这个现实的世界，对不对？台湾有一句话啦，讲无钱袂啥，无钱袂修行，无者不用命，捌听过无？我从细汉就伫庙寺，我知影，无钱袂修行，无者不用命。你搁外口做神做仙啥啊？你无者你就倒啦，是毋是安尼？你若无钱，你无当做人，要做好事善事拢爱钱嘛。所以耶稣基督讲的意思就是讲，咱若要求咱人的需要，要听人，咱先听家己。先，咱的入用的饮食互咱，所以意思讲，这个属灵甲属世吼，毋通分甲遮清楚啦。我一届伫迄个新学院在教册时，我来讲，请问食饭是属灵啊属世？迄学生头讲，这属世啦，这食饭这无重要啦。我讲好，请问一个人若仰视上帝圣神的殿，这是属灵啊属世？伊讲哦。圣神的殿，要来维持好，要运动，要啉食，输过去，这属灵的，拜托的啦，啉食是不是维持圣神的殿？对啊，是讲食饭就属世，维持圣神的殿就属灵的，了解无？所以运动、啉食、伫厝徛起，足整洁的躯体，生活真。好势，这是属灵的哦，了解吼？忙咱分讲这属世啦，厝安尼烂烂啦，安尼吼，安尼要去因兜要拜访的牧师啊，莫来啦，等我清洁的啦。摒扫1个月了的时，安尼较来，这毋是安尼啦，了解吼？所以耶稣就讲，属世甲属灵合一的啦，莫分的啦。听人吼，莫讲我听你啦，我为你祈祷啦，为你的灵魂祈祷啦。你咧，你不都邀我，迄我莫插你，迄袂使啦。对不对？后来，所以阮入用的饮食，既然说阮先讲到入用的饮食，后来咱来讲这祈祷吼，
含咱的想法无共。那伊个祈祷是讲，阮入用的音素，今仔日祝福阮，即句话啦吼。咱台湾话是足特殊的，全世界无的，甚至比德文搁较精密的，就是阮甲咱，对不对？我顶有讲过啊，即咱大家上帝祈祷讲，上帝啊，咱拢是罪人呐，咱拢需要得到赦免呐。啊，我咧牧师边讲，拜托诶，毋对啦，阮啦，啥物咱？伊讲咱啦，阮，上帝啊，咱拢是罪人，啥物意思？上帝你嘛是罪人呢，咱是包括对方呢，对不对？说祈祷的，若要认罪讲，上帝啊，阮拢是罪人。你这聚会人是代表所有会众，对不对？但是上帝拄我，是不是安尼？上帝啊，咱入用的意思拢，其他拢属我咱啦。上帝咧要求啊，个毋是安尼。所以，阮入用的饮食属乎阮，无包括上帝，安了解吼？但是咧，包括每一个人，这句话真重要。咱台湾人真注重食，对不对？讲食饭啥，皇帝大。讲到食真破遐，捌听过无？这下头啦。讲到食真破遐，吼，对不对？食饭拼甲流汗，啊，做工课做甲胃寒。吼，食饭那上武上拍好，啊，做工课那上桃花过度，桃花过度，对不对？啊，腹肚枵全部数，啊，食饱煞无半步。腹肚枵，这食饭咧用碗讲，啊，食饱煞闪西风。我这话哦，听足多，你毋知？这拢前世啊，阮老爸老讲的。讲你啊，你食饭啊，哪上含梨花依山倒海，啊，做工课咧，哇，所以桃花过度。啊咧，食饭全师傅啦，啊，做工课都无半片。啊，你讲这，台湾人真注重食，事实嘞。食是重要的，啊，搁是啊是啊，搁注重大家做伙食。较早阮咧食饭的时，哦，阮老爸常讲配较意外啦，会当要配倒帮伊，听有无？配较意外你毋捌听过啦？意外就配较少的啦，较少的啦。俺夜一人菜就爱掰三个喙，三喙饭啦，因为阮兜做事咧饭介多啦，都无菜了啦。你是掰三个，所以阮兜一粒土豆爱掰三喙，啊，四个兄弟姊妹互相监视。啊！这个人硬接土豆掰两喙就磕落啊，互相磕啊！啊，这无要紧啦，这为这互相监视。啊，这意思讲，若要食饭，就爱全家拢有通食。啊，你坐咧爱10大人来才会使食，对不对？啊，耶稣基督伊咧讲的观念讲，阮的饮食其他属乎阮，毋是个人主义，讲我食好就好，啊，别人咧拢无通食，毋是安尼。咱台湾有一句话真水啦吼，讲好野人减食一喙，善吃人食甲胃，听有无？讲诶好野人吼，若减食一喙啊啦，啊，宋乡人吼，好到食甲胃啦，对不对？伊食有春啦，台北市啊，台北市每日啊，所有拼掉的物件啦，你较知影？拼掉物件甲拼掉面包啊。互所有台北市的人食3日，阁食袂了。你看台湾人看我迄落，啊，所以伫台北有一个教会就推广讲，恁若迄面包用时8点过吼，拢送来我遮。啊，教会都买大的迄个啥，足大的迄冰库，全冰咧。哦，我去参加教会，好外这冰库足大的，啊，较啥？较敲电互迄台北县。台北新北市附近的原住民，也是较松乡的人来摕去互这安尼较侪。哦，台湾人这食吼实在是，所以意思讲，若要食要互食，加上帝求的时阵，毋是求我家己，毋是求阮兜，阮兜食有剩就好，爱求逐个人安尼。啊，咱也知影，咱搁来研究咧吼，咱就发现讲，这个啉食的意思是啥？毋是迄个，敢若食饭尔啦。意思讲，人每一日所需要的必需用品，伊用啉食做代表啦。譬如讲厝体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坐车啦。所以政府咱来帮助政府来发展公共运输，毋但仅咱减轻人的重担，搁咱帮助台北市做4条捷运的时阵。高雄市做捷运单局市长啊，
写150摆，拜托150摆哦，拜托马总统一角都卖互你。啊，台北市会当去加4个站，就讲搬来几摆个，啊，高雄市拢无爱，这实在是毋对。入用的饮食就像我若要互大家公共运输是全台湾人拢爱有，安了解吼？咱来祈祷讲安尼，啊，若咧厝体咧，你别讲吼，尤其我住伫我伫天母，我感觉足艰苦心的。迄天母的人，逐年来起迄落个帮助，起到互人袂生存。啊，我一个朋友伫遐开单，拢无落尾开，讲我多呢，一个月30万啊！我为着做即个，因为伊咧做兵的嘛，我寒人无生理，我着搁去做拼夜市啊，搁拼夜工，一工困无3、4点钟。啊，头家入要去，我就来讲，迄头家讲，啊，你开着啊，起到互人袂生存啦。伊讲无得卖嘛，讲安尼，啊，你都无收入嘛？我搁20几个，即间你咧创啥？讲即个话啦。啊，这基督徒啊！我伫遐看到即种有志的基督徒，我切心的。啊，所以我面做伙查经的是定来讲这。啊，因拢认为讲我咧抱这人，无咧我咧抱你创啥？对毋对？你这是无必要嘛？你一人蹲20几间拢店面呢？啊，你啊，因拢讲，我拢歹势讲基督徒，你应该是安尼啦吼。你的厝租爱好，租的人会当生存嘛？啊，租的人，伊即摆若咧卖物件，互人遮个靠遮个咧食米生存的人，嘛当生存嘛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你嘛当生存嘛，三赢嘛。他有讲，干那你好，你好就好。哦，我即个月搁拄着一个，我大排教会姊妹，伊讲100万人70万，迄人安好甲安尼。啊，伊头讲，牧师你来讲啦，讲，但是这个代志我毋知影，我毋知要怎讲。伊对牧师足疼的啦，对人足酷个。啊！即搞法，你两种人，呢？圣经讲，我日用的饮食得爱互我，安了解吼？我真爱去上海吼，我熟悉迄个驻外兄弟啦，因太太是基督徒来，伊老讲，我伫中国咧做遮个生意，我一定爱互我员工，大家拢生活足好过。我毋当去安尼，我要叫，因为伊是迄个上游的嘛。我要互我下游的厂商，大家拢会当生存。啊，即马这厂商伊个卖互人的生产品，人生存，啊，毋得赢。这日用的饮食就是安尼意思啦，毋是干那食饭尔啦。啊，大家在咧靠食饭，台湾人即马食无算啥啦。台湾人欠是欠啥？欠大啦，对毋对？大够贵的啦。我2个囝啊，租2万块，啊，搁车落3万。2个趁钱，一个开迄就开3万啊！我这我都啊，这种安尼啊，台北人伊无要，伊无要用阮中南部人，啊，伊切一间厝，伊就要来起遐悬啊，无你法度伊，啊，无你卖当阮台北上班啦，这个毋对啦。日用的饮食，就是生活所需要的每一项，拢会当达上帝求，安了解吼？第2项就是讲，其他是属乎阮。意思就是讲，我就问这主要的学生讲，现在开其他说完，迄小朋友讲，安尼较新鲜呢，对不对？迄胖哦都出来偌新鲜呢，水果多捌的偌好，对不对？因为吼，我去时仔开想，因为阮阿嬷遐，阮阿嬷拢讲吼，喂烂先食啦，啊好咧，好诶，等下烂较食。我逐摆鱼阿嬷遐拢食烂。你有咧感觉即种诶无？这囡仔吼，囡仔尔，这细囡仔就随知影咧。喂烂先食，拢阿嬷讲诶啦。啊好咧，好老烂较食，下较好烂较食。好诶是毋甘互食。喂烂先食，哦，这是啊，是毋是较新鲜？毋是安尼啦。耶稣基督讲诶意思是讲，日用诶饮食，就是为着咱即马会当生活诶家己倒。毋通为着明仔载来烦恼啦！你烦恼落吼，好我积落，要积互后一代，搁积互后一代。咱台湾人搁算袂歹，你喺中国吼，中国因拢认为我若无厝吼，阮查某囝嫁袂出。啊，我若无厝吼，阮后生娶无某，因拢逼甲要带你囝孙买厝。啊，因2个安谈，我讲你甲变安尼，伊讲无多，若无安尼嫁袂出。若无安尼娶无，
拢为着后一代累积。其实耶稣基督教示咱的，咱唔通为着明仔载，我为着遐来累积啊，较艰苦啊，加遐数字有通用就好。所以犹太人因真强调啥？强调我要放互我子孙，无爱放互伊钱，放互伊手艺，放互伊智慧，放互伊敬畏上帝三项。第一项是我爱注重信用传我的囝，互我的囝能倚靠上帝，会当活伫上帝旨意中间。第二，我爱我的囝有一个真好的手艺，啊，这就是犹太人因的观念。所以巴菲特吼，全世界上几年前上有钱，即摆排第三啊。伊600亿，伊讲全部总管出来，伊怎强多留1000万互因囝？互因囝？啊，1000万毋是互因囝呢，是1000万互因囝，是迄个伊的基金会呢。内底伊敢若去开会内底做义工呢。啊，伊开一摆会吼，会当领一个便当尔呢。迄个会互因囝的名尔呢。啊，剩的600几亿，伊拢捐互比尔盖茨。人讲你爱遐戆呢，你家己做一个基金会要介好，你也有名有啥？伊讲我无法搞，若趁钱我比比尔盖茨较高。但是呢，比尔盖茨已经全世界的专家集中3万几个，解决规个地球的问题。我无这个头脑，所以我全部拢捐互比尔盖茨。啊，比尔盖茨嘛真趣味呢。做伊的迄个基金会哦，1000个美金迄个基金会的董事呢，迄叫做会外董事。啊，比尔盖茨特别拢开机器呢。比尔盖茨嘛，大伊怨叹讲，啊，我逐摆来参加你的这个为西雅图嘛，来到洛杉矶来开会哦。结果你逐摆拢我900块的美金的迄个美金的迄个叫做车马费啦。啊，900块哦。我连天机边的钱都无够啦，莫讲油钱啦，莫讲司机啦，啊，你知影意思？哎，讲选到你要遐有钱，要做义工，所以因无要交予后一代，哎，挪捐，真欢喜。我有识个一个兄弟老讲，牧师啊，我吼听你的话啦，我太太若死的时候，我无要奉献偌济啦，奉献5000万就好啦，到1/10嘛。我讲这你和上帝祈祷，这你甲上帝的关系。啊，你若需要时，我还帮忙来安怎用？啊，伊讲祈祷。啊，即摆所以某出来是身体较好啊。好的是讲牧师500刀。我讲较会落价咧，无要紧啦，500我已经比咱较济啊。我讲要奉献，毋是咧和人比啦，是你甲上帝的关系啦，对不对？7%爱奉献互上帝，你是和人比偏的。啊，到尾啊，落尾偌济，落尾因某死的时奉偌济，咱知？奉献怎强2000块，啊，这2000块拄啊印迄个顺序单的钱尔，一角都无奉献。伊讲我的囝真听主，我的囝一定会奉献的。我等恁囝，我等恁孙呢。这就是莫为着明仔载来烦恼。今日安尼，因为足侪人拢无通食。你也知影哦，全世界有1/4的人无食暗顿，不到枵饿就去困啊，1/4。1/4哦，啊，有1/3的人是暗顿食袂饱爬去的，啊，所以咱知影，咱台湾人咧骂人碰倒底命，什么意思？碰倒底命就是刀会碰开，就是即摆非洲啊，甲印度就会用刀碰开，就是饥荒啦。无人食营养不良，刀拢碰开啦。较早咧骂囡仔讲你这夭寿期啊，你会碰倒底命，啊，咱即摆毋捌看到碰倒的啊，毋捌看到底命无啊，咱即摆台湾无啊。啊，阮后生为着要做迄个饥饿沙汁，伊讲，台湾讲，爸爸妈妈，我讲我来印度一抓啦，我为着要来体验这啦，我讲好啊，所以阮后生全去印度加尔各答呢，去3礼拜，去迄个马德德里萨遐，我讲啊，你困伫对？伊讲伊用去遐到一个纸帮，下咧阵困涂骹，困3礼拜，啊，逐日遐举迄个要死的人的尸体啊，啊，伊才通做迄个安尼，连续做3礼拜。吼，迄实在，迄若恁囝你要买无？哎哟，伊啊，你知安尼，爱专去做3礼拜，3礼拜了后时啊，牧师娘甲因查囝拢走去来看，毋知会叫饿死袂？啊，这熟悉体会，安尼较人来了解讲啊，这全世界哦，4秒中间，4秒
4秒钟就死一个，因为腰饿，因为艾滋病，腰饿艾滋病战争甲灾害，全世界是安尼。所以咱就爱想着，莫为着明仔载的累积，人这人枵到要死。了后，咱搁来讲一项，其他日用的饮食，其他素互阮，即个日用的饮食，毋是奢侈品。足奢侈，即摆人足奢侈的，对不对？比名牌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开名车，啊，阮大个查囝吼，因为伊的成绩较好，所以拢读个啥物美术班、自由班，啊，因同学拢足有钱的。我毋知影呢，我到尾仔知影讲，我迄阵开一台车是700cc 的啦吼，700cc 的，迄个想我车1去2、3里，抛锚4、5次，啊，这我讲笑啦，啊，到尾啊，伊甲我讲。因同学吼，拢使个无路无的，爸爸拢使无路无的，啊无使什物遮个，啊无使迄个面子，小双臂的，啊开阮爸爸的车哩上大台，因为想我车嘛吼，我迄台车真趣味啊，迄台车吼，规台车拢总是米字米须的，干那迄落迄，因为台车吼驶出来，规台车拢会叮当，拢会出声，干那独迄喇叭无声，喇叭无声，落去我喇叭迄换啥换一个面子的喇叭。迄头家讲，这面子袂歹哦。我说记了，真的记了，叭的啊跳开讲着我，我是无要紧的。我感觉我这上帝稳定，但是因到尾我知影讲囡仔甲我比拼呢，啊比这呢啊名牌呢，奢侈品呢，啊阮兜袂注重这啦，无咧注重名牌。你毋知阮囡仔去读瑞丰国中的时，我爱答林老师做啥？做教务处嘛，我答林老师讲你顶下期的毕业谱我讲送啥？我就杀了伊敲电话讲，你毕业嘛吼？啊，请问你新冠偌悬？啊，你国三有要退学衫无？新衫有啊？啊，你会当互我袂？你高中啊？我做2套呢，读10几年呢。我袂，啊，无紧啦，啊，较互你囡仔去拣呢。无必要奢侈品啦，过迄落迄艺术哦，当比名牌、比劳力、比啥个，还无艺术啦。啊，到尾也变做咱即摆咧比迄落 iPhone 啦、iPad 对不对？啊，比迄个。咱爱知影，咱若互囡仔行入车车路，就害死了。后来素互阮，我感觉基督徒互人上珍惜就是素啦。你会记袂？我较早，因我未信者家庭出身的，所以阮较早拢笑个信耶稣的。素我食，素我穿，素我大苦无路用，素我面粉领几斤，素我欠钱毋免还。你捌听过这个话无？拢逐教会借钱啦，无要还啦，啊无就面粉领几斤落去，迄。本来领面粉是领家己需要的啦，啊，就讲啊无啦，我讲一大堆，啊，所以互笑讲安尼，啊，所以我就信耶稣的时，我咧上咧祈祷，阮小弟讲，爸爸趁钱的，阮小妹讲妈妈煮的，我另外一个小妹讲，啊，我不抽空的，我兄伙，你拢感谢阮，感谢上帝，所以互人真，台湾人真误解讲，吼。免讨趁就有食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以后恁信耶稣做大本去食，这互人真大误解。其实享受的意思，毋是讲咱毋好讨趁，咱是上帝的管家，上帝享受咱温素、智慧，享受咱的土地有空气，咱应该着认真拍拼去做生理，生理的意思是公义的，啊，毋是讲咱免无讨趁。所以为人真误解，真误解。所以犹太人因知影日用的饮食是上帝所享受的，但是因求上帝讲啥？上帝啊，求你互我有趁钱的资本，就是有智慧参名，佮有趁钱的机会，啊，互我莫邀歌，递到我去头体，煞亵渎上帝你的名，啊，毋通互我趁伤多。选无认信任上帝，所骄傲。意思是讲啥？讲犹太人真重讲，我若上帝求的时阵，代表是求上帝互我智慧、参名、快乐、温素、机会，毋是讲上帝啊，为天落落来啦，毋是安尼啦。啊，我毋但是我若好，我若有好食穿，我会当分互送享的人；我若有好的政策。我会迄个田头田尾安怎？田头田尾留我互送个人去刮。我若有迄个做种柑仔，规个柑仔园的柑仔，我捡起了村的老米啊，留互别人去用，
人因嘛需要做啥？干哪油？按了解吼。啊，咱台湾毋是啊，咱台湾是装头装尾啥？土地公，田头田尾咧，土地公。啊，较早土地公是啥？科技如意，甲啥？金元宝。意思讲，我若趁有，要去趁有啦。啊，别人哦，要饿好死啦，别人惊死袂了啦。啊，三日拳头要争就使啦。所以说，台湾人的自私，日头赤呀，虽然啥过性命，安尼唔对啦。啊，所以咱爱认真拍拼。所以我伫教会咧牧会，我拢真注重这少年的细囝讲，你毕业出去，你会先准备，影响上帝的名，你爱赶紧。所以我较早伫咧学生工作的时候，迄学生足误解。我讲，你若要考公务人员，你大学1、2年得拍拼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若要做啥物，我拢认为讲，所有的工课吼，拢咱影响上帝啦。一个中文系，我讲你出来，我趁你22K，无意思啦。无你去考高雄台北市的司机，你毋知公车司机起跳偌济？5万2呢？那我加班的拢到要6、7万呢。公车司机不能要使嘛？我一下问，迄少年讲，牧师你看我袂起哦。我东东大学生做什么公车司机？迄我畏水咧，我讲无影啦，莫安尼讲啦。无你问爸爸，因爸爸是迄个银行的经理。我讲你问爸爸当时靠人趁到5万啦。伊讲哦，伊问爸爸，因爸爸讲我算落安尼咧，你从咱做15年，啊你即卖现当会当趁5万，啊无紧啊你较积蓄的，啊你搁住伫台北市。啊，也免厝租，也免啥物，对不？一个月搁借1000块，讲你老爸的，你一个月开无8000，你咱虽然欠安尼，对不对？啊，你通帮助较侪人啊，无爱。你甘愿要安尼做弄丢脸还是讲？所以这少年说全无愿意。请问诶，犹太人因有真大的决断，就是无论你学术偌悬，你拢爱一个手艺。所以耶稣伊做啥？做目睭。保罗先生摕到2个上好，迄个罗马帝国上好的大数大学，佮犹太的耶路撒冷大学，这2个大学拢摕到博士，佮含上有学问的学者做伊学生，写遮水的论文，得得品能佮遮好。27岁做着国会议员，看这人学术偌好，但是伊会晓啥？即爆皮啊！伊有迄个罗马帝国迄个要啊，所以咱来鼓励咱兄弟姊妹讲，你得爱啥？认真拍拼，趁食了后，就用你所趁食来帮助较侪人，影响上帝。所以有当一个做囡仔时，开始有一个规矩讲，你生你的物件款好好势，款好好势，到尾啊咧来帮助全家的人来分担家事。你若趁钱先优先，你先饲好你家己好饱，到尾咧饲家庭，规个家庭到尾咧安尼。所以因犹太人真趣味啊！若囡仔若要讨钱啊，爱落囡仔5000块来，先问囡仔讲：你要做有钱人，还是要做送养人？你讲我当然要做有钱人。我好，你若要真正做有钱人，爸爸教你安怎做有钱人。来，这5000块，你1000块先插出来，这是属于上帝，你袂使用上帝的钱。因为10%归上帝嘛，好来，来，剩4000块。哎呀，4000块要免采，这10%是你爱帮助送养人，所以你袂使开送养人的钱，你袂使别人的钱，你开，这是上帝要叫你帮助做祖先的。哎哦，安尼我阁有3000块，哎袂使，这1000块，这1000块你爱做啥？做投资，积蓄，为着了后你后壁开2000块，所以上帝因就是按这些人教囡仔。了后，你家己的，你爱怎样会晓去趁食，帮助人饲家庭，了后，搁再来影响上帝，搁来做这哦，所以安尼，所以这日用的因素就是安尼啦。教咱真正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上帝的丰富，搁用感恩的心来发挥咱所有的恩赐，唔但仅享受上帝的丰富，搁再来发挥上帝的恩赐。搁来利较侪人，咱三个来祈祷。主求你帮助阮，会当真正信靠上帝，唔好互阮因为唔好互阮空空着活，互阮会当乐乐食所得到的饭，
阮会当真好的困眠，而且阮会当自从阮所得到的物件，会当互阮规个家庭拢会当享受你的丰富，也当互阮教会兄弟姊妹享受你的丰富，也会当互这个社会较侪人因为阮来享受你所享受的丰富。主求你带领阮，阮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